自2025年10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因信基督得活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加拉太书第2章19到21节。彼得来到安提阿的时，我当面甲伊反对，因为伊有通责备的所在。原来有一寡对雅各遐来的人还未到以前，彼得有甲外邦人的兄弟做伙食饭。毋过遐个人到以后，伊煞闪避外邦人信徒，毋敢搁甲因做伙，因为惊遐个主张外邦人着受割礼的人。其他的犹太人信徒嘛亲像彼得做共款附假的代志，连巴拉巴嘛受影响去做共款无原则的代志。我一个看到因无照福音的真理得罪，就伫众人的面前对彼得讲：虽然你是犹太人，毋过无照犹太人，却亲像外邦人在生活。你哪通强迫外邦人着学犹太人生活？咱本身出世就是犹太人，毋是外邦罪人。不过，咱知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是靠信耶稣基督，毋是靠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咱家己嘛信基督耶稣，是要互咱对信基督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遵守律法，因为无人会当靠遵守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咱若想要对我靠基督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要求互人看做是罪人，安尼基督是罪的切用是无？绝对毋是。我若搁去做我以前所拆毁的，就证明我是违背律法的人。因为照律法，我已经死伫律法下，是要互我向上帝来活。我已经甲基督同顶十字架。安尼，现在得活的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得活。我现在得活，是靠信上帝的囝得活，伊疼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。我无互上帝的恩典失去效力。人若靠律法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基督死就无采工。因信基督得活。彼得来到安提阿，因为顾念有一寡对雅各遐来的人，因主张外邦信徒拢爱受割礼，毋敢搁甲外邦人斗阵食饭。因为安尼，保罗大受气讲：我一个看到因无照福音的真理得罪，就伫众人的面前对彼得讲：虽然你是犹太人，毋过无照犹太人，要亲像外邦人在生活，你哪通强迫外邦人着学犹太人生活？保罗亲像徛伫法庭辩论，在陈述事实，提出信仰的关键。不过，咱知人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是靠信耶稣基督，毋是靠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咱家己嘛信耶稣基督，是要互咱对信基督会当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毋是靠遵守律法，因为无人会当靠遵守律法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。这段话原文通直译做：咱知人称义，毋是出自律法的行为，是照着耶稣基督的信。咱也信耶稣基督，至到咱称义是出自基督的信，毋是靠遵行律法的行为。近代学者认为，耶稣基督的信所指的
毋干那是信耶稣基督，搁较是上主透过耶稣基督展现的信息。保罗甲主张甲你的人相款，拢信耶稣，因对耶稣基督的影响却有无共的理解。后者以为耶稣基督的信甲行律法称义是互补的。若是保罗坚决讲，安尼现在得我的，毋是我，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得我。我现在得我，是靠信上帝囝得我，伊疼我，为着我放杀性命。保罗形容守律法是已经死的旧性命，信基督是互人得到新性命。基督的死所以有救赎功效，是因为人互上帝放入伫这事件内面，参与基督的死。上帝透过耶稣受定十字架的事件，装入保罗的性命，定死伊的老我，互伊干那会当用基督的新性命来活。原本伫戏班后台协助唱戏的李爸，因为爱跋筊，无法度自拔，到明年咒詛拢无效。某一日，伊路过丁仔脚礼拜堂，也就是现在太平境马雅国纪念教会，听到吴文水长老传讲索多玛恶贯满盈、互上帝毁灭的信息，就悔悟接受真理。1869年9月5日，李爸由李修牧师逝世。后来经过短暂训练，受派到打狗目沙传道，却因为生活无顺得埋怨。有人对李爸讲，信义不过是人之言，叫伊莫轻信外国人的话。伊掠做有理，就转去中操旧业，却意外对戏台顶跋落来。李爸良心受责备，到礼拜堂外面行来行去，听到众人在为着伊祈祷，伊对迷途知返，重新服侍，信心无搁再动摇。人对耶稣基督的信，一开始检采是出自人之言，但是只有基督伫我生命内得我的信，互基督的故事诚侪，咱生命的故事才会当带来真正的改变。默想，安怎互耶稣基督活踮我的生命中？安怎互耶稣基督活踮我的生命中？咱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伫瘟疫中接纳我这小信的人，求你帮助我，无论遭遇啥物代志，拢会当坚守信仰，勇敢徛在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